究对于切尔西来說，下半時會有更大的調整人員的空間。是。你以為我冇睇住你咧？下半場怎麼樣以盡可能低的代價？你唔喺度扮嘢啦！你係咪伸隻手入去？你叫我點睇波啊？順利軌道就是這場比賽最為關鍵的。穩穩拿到3分，別受傷。對吧？別吃牌，然後呢還能夠輪換。都冇有啊啲難。之前切爾西有一項相對比較尷尬的數據，這個賽季呢，他們在領先的，特別是在主場領先的情況之下，丟分達到了8分，是整個英超聯賽最多的。你真係唔客氣喎你。最近一次就是主場領先的情況之下，被阿森納1-1逼平。我睇緊波，我自己針俾自己。阿森納戰成了平手。哎呀，你係咪最靚女啊？係咪屋企最靚女？係咪你啊？係咪屋企最靚女係你啊？係咪啊？妹妹，妹妹，屋企係咪最靚？你咪最靚女？沖一杯，沖定一杯。你哋知唔知仲好酸嘅喎？要加啲蜜糖或者係嗰啲代糖啊？你哋知唔知個咩嚟㗎？呢粒好大煙啊！熱水要浸，要比較高溫度嘅熱水。一新疆攞過嚟㗎嗰邊，好酸嘅喎，好酸嘅。我等佢成色之後，我幫佢畢走呢個，就要啲水啫，唔可以咁樣啊！好酸好酸啊！同檸檬差唔多啊！佢叫咩啊？我突然間個名唔記得，好酸啊！總之唔食得㗎，但係就攞嚟沖水咯，放多啲就好少少啊！對身體，佢係比檸檬即係補個維 C 啊，維他命 C 仲多啲啊！即係如果女仔有啲出血量啊大啊，即係嗰啲婦科嗰啲。月經多咗啊，即係嗰啲女人嘢一多嚟沖啲維 C，面色好啲啊！呢啲我唔記得個名，都係啲朋友攞過嚟。呢個就係好酸㗎，咬唔可以咬㗎，沖定先，係咯。